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南海的迄个热带扰动已经发展为热带性的低气压。气象署讲，上个明仔载都可能会形成今年第一个风台蝴蝶。啊，讲这个风台直接冲台湾的几率无大，但是恐惊会落大雨。热天出门赏花，未少人是举伞，搁穿外套，都惊讲好热情的日头晒着伤。是讲这礼拜若要享受这款的日头，可能都要把握机会，因为南海热带扰动已经发展成为热带性的低气压，有可能成为今年头一号风台影响台湾的天气。那大概就会到达海南岛或者是香港附近，随后调整为往北，再修正为往东北方向进到中国大陆的陆地。然后在华南地区北上的过程慢慢死掉。为欧洲甲美国模拟路线来看，已经有共识，说来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未为中国过去，未来台湾，要不所带来影响台湾未当无防。我们预估在华东地区还有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，而中午以后在各地山区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。至于在星期五这一天降雨的状况，其实各地的降雨还是逐渐更明显了。若陆地有大雨，海上行程嘛要注意风影的变化。有气象专家讲，周末就算船班也正常，冇可能会敢像一个海盗船的感觉。在后续几天，在飞岛的东部可能又有一个新的扰动生成。那因此呢，我们评估在所谓的迎风面，花莲、台东附近，它的强阵风会变得非常的明显。目前评估在7到9级，应该是跑不掉的。气象专家提醒讲，各地雨、沿海风影拢要注意。周末若有想要出去游览佚佗，可能都要有落雨天的备案，随时关心这个准风台上新的动态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